就是日本人的送啊，我们阿拉伯上哪地，我们阿拉伯上哪地，我们阿拉伯上哪地，当然呢，对的，美国呢的一个地区有什么钱？那英国里啊一个地区有什么钱？晓得吗？哎呢，我说印度里啊，我们阿拉伯上那这些呢。我东西了嘛，可是人嘛，我看人是个成绩的。这是在呢，美国那个地呢嘛，地是地特别的事情，某个说人的事情的嘛，地嘛从些，人个有个一个地确定的这个，密集的松，那这他是差几个老钟下边呢，生意呢觉得马西不行带啊，个密集的松啥的，这主要的。在这里印度呢，地的嘛，听过嘛就日때문에，아니，人个地的了嘛，听不见钱的，人个地的嘞，小钱，아니，没事不记得，他过来呗，没事不送，开不了就偷说啥不钱，아니，学过的地是了不的，地那个地的，人个地了嘛，听啥不钱啊？要什么？我怎么想讲过的？但我是看早过的，我怎么是想呢？人都是嘛说钱啊？对呀，那这个的，唱啊。我们阿拉伯上那no stava dicendo, si sta chiaro dicendo. 这样子，阿拉伯是对小学到3年要的，小学你3不的，阿拉伯是3呢，都要的。那你学的第3的到3，我春秋讲，那春秋讲呢，前年阿拉伯是长的要的，但如果要注意个什么多啊？等我的娘用他呢，还是写多的，但如果要注意个了，偏给个什么多，我都是的，呀，他真长处。